路加福音22章14至20節。時候到啦，耶穌坐席，使徒亦都同佢一齊坐。耶穌就對佢哋話：我真係好想喺受苦之前，同你哋食逾越節嘅晚餐。我話俾你哋知，我唔會再食噶啦，直到成就喺神嘅國為止。耶穌接個杯嚟，祝福咗就話：拎住，大家分嚟飲。我話俾你哋知，從今以後，我唔再飲呢個葡萄酒，直到神嘅國嚟到。又攞起餅嚟，祝福咗，就擘開，遞俾佢哋，就話：呢個係我嘅身體，為你哋犧牲嘅。你哋今後亦應該咁樣做，嚟紀念我。飯後亦照樣攞起杯嚟，對佢哋話：呢個杯係用我嘅血所立嘅新約，係為你哋而流出嚟。小朋友，考考你啊，究竟杯同埋餅係代表住耶穌嘅乜嘢呢？復活節將一切都改變啦！神嘅百姓每年都要喺逾越節食羊，去紀念昔日神拯救以色列人離開埃及嘅事。而家耶穌親自成為咗嗰隻代罪嘅羔羊，拯救全人類，唔再需要成為罪嘅奴僕。今日當我哋守聖餐嘅時候，我哋要謹記耶穌喺十字架上面流嘅血係洗淨我哋嘅罪。耶穌被擘開嘅身體係會賜我哋新嘅生命啊！而家就同屋企人分享一下，成為神嘅兒女同埋門徒，對我哋嘅生活帶嚟咗啲咩影響呢？可以一齊祈禱，讚美耶穌，獻上自己，使我哋可以靠住耶穌而罪得到赦免。求主幫助我哋為主而活，每天愛你更加多。今個星期嘅信仰小練習係詩語練習，學習分享神嘅愛。今周我哋會變身成為你屋企人嘅秘密天使，請家長先預備一張紙，寫上全家人嘅名，之後摺好，然後每人抽一張，如果抽到自己就重新再抽過。今個禮拜你要成為呢個家人嘅秘密天使，試下暗中嘅幫助佢，關懷佢，同埋俾一啲鼓勵佢啊！